来看桃园市有一个13岁查某囡仔配合警方办案，甲嫌犯约出来。虽然警方拢有个监控，毋过这查某囡仔嘛是互嫌犯操打。有律师就批评讲哦，警方这款钓鱼办案的做法已经违法了。桃园地检署嘛在侦办。律师伫面册破文讲，正喊告桃园市警局爱负起专责为题，写13岁少女配合中立警方做诱敌，却伫警方监控之下，上现场查甫人的车做性侵。批评警方互未成年少女做诱敌，诱捕嫌犯，明显违法，是不当的警察行为。违法大外哥女老师是你，报复超商好客，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也是你。现在让13岁未成年少女当诱饵，还害人家被性侵，又是你。律师表示，安尼钓鱼集团已经违反警察职权刑诉法第3条第3项规定，要求按处罚，同时保障被害少女，各将后续进度完全公开。警方回应，嫌犯用数笔相片威胁性交易，妈妈发现了马上报案，因为交友软体侦派反查，才互被害少女惊是大型性交易，引诱嫌犯出面。本案侦办过程从受理、笔录制作及行动当时，均有监护人同意及全程在场陪同，并无单独以13岁少女作为诱饵之状况。未成年的这个少女本来就不应该变成是警方的一个诱饵，而去协助警方的侦办，可能未来会是提供给我们的警方的一个很重要的案例教育。或者呼吁未成年被害者应该负责做诱敌，防止危险代志发生。地检署也分塔案侦办，由承办检察官确认相关事实甲法律适用。警方表示会检讨改进，佮配合地检署调查清楚，环境是毋是有干涉违法情形，相关事实责任也会追究处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